讲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水嘛上爱水的秘书啦。想要像我这么水，今仔日咱就来讲这个主题：装他。装他汉语写作装他，罗马字写作子装特阿他。装第一条，他第7条。装他就是化妆打扮的意思，因为头是咱人上界显白的所在，所以会开较侪时间装他头面的部分。第一步，咱通常会先洗面，把门根孔洗好清气，再来抹化妆水、其他的保养品等等。保养刷了后，才开始抹粉、画墨牌、点胭脂。有闲的时阵，我阁会擦指甲油，也是去予人彩绘指甲。你看，敢唔水？甲家己装头好，搁较拍，心情嘛搁较快活。即马真侪查甫查某拢正到西装打扮，毋那是挂耳膏，连片啊、豆仔嘛拢有，也是伫身躯赤花，真适拍。秘书我嘛真介意挂饰品，像金手链、钻石手指、珍珠耳膏、玉啊手环。不过这物件拢真贵，我只好拢要价。有一句俗语讲：3分人，7分装。意思是讲人的外在3成是父母生成的，另外7成就要靠打扮，所以培养家己的美感真重要。六装他。化妆、胭脂、指甲油、赤花、西装打扮，3分人7分装。爱水无啥物唔对，因为介意家己，对家己有信心，是人生内底一项重要的功课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等后摆。再会。